执政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欧莫尔·切里克说，土耳其一直告诉中国当局尊重维吾尔和东突厥散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并关闭这里的集中营。在总统埃尔多安主持下召开的正义与发展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举行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切里克回答了有关议程的问题。切里克强调，土耳其与维吾尔人有着牢固的宗教、种族和文化联系。切里克说，土耳其一直密切关注维吾尔族的局势。发言人切里克说，在这方面，我们唯一的愿望是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散自由的生活。我们希望维吾尔族问题将以明确和合作的方式进行讨论。我们也已将这一呼吁传达给了中方。土耳其的一些维吾尔族青年在伊斯坦布尔的主要街道上进行了无声示威，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系统性压迫和种族灭绝。在伊斯坦布尔，8名维吾尔族青年手中拿着标语牌和图片，默默抗议中国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应当指出，这些居住在土耳其的年轻人为遭受中国压迫和同化政策之害的亲友举行证词会议的计划受到了阻碍。当局以武汉病毒为借口，禁止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未能实现其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在今年1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协定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设定。据南华早报报道称，在今年1月两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中国承诺向美国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农产品。根据一项报告，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购买额为476亿美元，全年进口额预计将达到951亿美元。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规定，北京从美国进口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中国对印度在拉达克地区的活动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表示，中方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我们也反对在边境争议地区开展以军事政控为目的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中印双方近期达成的共识，任何一方都不应在边境地区采取任何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以避免影响双方为缓解局势所做的努力。日本新首相于周二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通电话，双方同意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他希望日俄关系取得进展，不希望把北方领土问题留给下一代。日本北海道以北的4岛被日本称为北方4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这些岛屿2战前属于日本，2战后被苏联占领。俄日因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争议不断，双方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